曾經多次跌落地牢，仍然等待。這些年來，和抑鬱與狂躁對話，依然。係時候啦，等咗咁耐，係時候去廁所啦。因為跟住落嚟，我哋嘅演出將會係連續36分鐘，完全冇停頓嘅一個13首歌嘅一個串燒。你想去屙咩都得，準備好未？準備好就起歌啊！VJ 老師請起歌。好，大家好。哇，咁多人嘅。係啊，打緊你啊！真係打緊你。係。成功比起一起算是什麼？人生欠缺了你沒太多。如果假裝清醒太累，你不去伴我。